澳洲每年嘅稅務財政年度咧係由7月1號咧去到第二年嘅6月30號。我之前已經有出片教大家邊啲人咧係需要報稅啦。喺澳洲唔報稅或者唔交稅咧係好大鑊噶，因為 ATO 澳洲稅局嘅權力係好大噶。我亦都有出片教大家咧點樣申請呢個稅號嘅。我會將呢兩條片嘅連結咧放喺 description box 入邊。咁今集咧會同大家 update 一下咧喺報稅嘅時候嘅 tips 啦，同埋需要注意嘅地方，咁以及一啲有好多人經常犯嘅錯誤。大家好，我叫 Alex， 歡迎收睇土 TV。如果你覺得我啲影片有用嘅話，希望你訂閱、點讚同埋幫我 share 出去，同埋記得撳埋個鐘仔一有新嘅影片咧會馬上通知你噶。如果你收唔到通知嘅話咧，可能要重新訂閱啦。好，廢話少講，馬上開始啦。咁第一個 tips 就係如果你有投資物業嘅話咧，喺報稅之前記得做翻一份depreciation report 物業折扣報告。呢一份報告係可以幫你少交稅噶。報告入邊提供嘅物業折扣咧係可以幫你減低當年要繳交嘅物業所得稅噶。咁佢嘅收費咧大概係幾百蚊澳幣嘅啫。咁但係呢一個費用係一次性噶，而且你記得留翻 invoice，連呢幾百蚊喺當年都可以攞嚟扣稅噶。有好多朋友可能唔知嘅係，原來呢份折扣報告除咗係新樓之外咧，原來澳洲好多二手樓咧都可以享受到呢個折扣噶。咁當然啦，二手樓享受到嘅折扣就遠不如新樓咁多啦。咁叫做好過冇啦。咁第二樣嘢就係，原來咧你又同銀行借錢嘅話咧，如果銀行每年收取你嘅 annual fee 都可以用嚟扣稅噶噃。咁第二個 tips 就係對於澳洲嘅普通打工仔嚟講你報稅嘅時候記得留翻晒所有嘅 record。嗱，我呢度指嘅 record 咧就唔係收據 receive， 係 tax invoice。咁其中包括就係同你行業相關嘅 education expenses 咧，全部都可以攞嚟扣稅噶。咁包括同你行業相關嘅書本啦，或者一啲online 嘅 training course 啦，咁以及同你職業相關嘅 professional membership 嗰個年費咧，通通都可以攞嚟扣稅噶。另一個比較常見嘅費用就係 working from home 嘅費用啦。咁譬如你係做 IT 嘅話咧，咁你可能一個禮拜有5日時間4至5日時間啦，喺屋企翻工啦。咁你可以將一部分嘅電費啦、上網費啦，咁或者係同你工作相關嘅電腦書台或者係一啲table 嘅燈啦、文具其他相關嘅電腦用品譬如 USB 電線呢啲咧，通通咧都可以攞嚟扣稅噶。咁值得注意嘅係咧，澳洲稅局咧提供2種方法咧係俾你攞嚟扣稅，你只可以2選1嘅啫。咁第一種咧就係actual cost 咧，就實報實銷。你當年使咗幾多就報幾多。而第二種呢，就係一種叫做簡易嘅計算方法，叫做 fixed rate 啦。咁簡單嚟講就係你就申報翻喺當年嘅財政年度你有幾多日呢係 work from home嘅，然之後都乘翻一個 fixed rate 啦。交通費方面絕大部分交通費咧都唔可以攞嚟扣稅噶。咁除非咧你係使用你嘅自己嘅汽車咧喺呢個工作方面。咁譬如因為工作關係啦，你需要揸你嘅車咧由你公司去你客戶嗰度咧，咁中間嗰個來回嘅路程咧係可以攞嚟扣稅噶。報稅之前記得做翻份 logbook 就記錄低由幾時幾日你去邊個客戶啦，同埋你來回嗰個路程有幾多啦。咁至於可以扣幾多咧，嗰個詳細嘅計算方法咧就交俾你嘅 tax accountant 去做啦。咁需要注意嘅地方就包括你要申報所有嘅收入特別係呢個銀行利息收入同埋喺澳洲產生嘅 dividend income 即係呢個股息分配啦。因為澳洲嘅銀行咧係直接同呢個 ATO 嘅 system 咧係連接噶。
咁如果喺你報稅嘅時候啊，你申報嘅銀行利息收入咧同 ATO System 入邊咧有誤差嘅話咧，你放心，澳洲稅局咧一定係會翻嚟揾你噶。嗱，喺澳洲做善事咧都可以攞嚟抵稅噶喎。咁重點咧就係你必須要保留呢個 receipt 啦，同埋呢個 receipt 上面嘅名咧就必須係你個人嘅名啊。咁譬如你屋企人要捐款嘅話咧，盡量咧就將個捐款咧就擺喺你嘅名義之下啦。咁即係咁講啦，你可以代表你嘅家族你嘅家人咧去呢個做善事噶嘛。另一個大家忽略嘅重點就係相關嘅慈善機構咧係一定係要係 ATO 認可嘅慈善機構。咁譬如係紅十字會或者係教會咁呢啲咧都係合法噶。嗱，咁你就唔好賴喂，我啱啱捐咗錢俾呢個伊斯蘭哈馬斯同學會咁點解嗰啲唔俾我扣稅啊？因為呢啲咧係屬於唔認可嘅恐怖分子組織嚟噶，咁係唔可以攞嚟扣稅噶。澳洲嘅稅法咧係出咗名複雜嘅，真係好複雜嘅。咁我以上嘅內容咧只係一個非常之簡單嘅版本啊。咁實際方面咧，你最好揾翻你嘅 tax accountant 由佢咧向你解釋咧就最準確嘅。好，今集就分享到呢度，感謝收睇 Total TV，我哋下次見，拜拜。